好，要去录 MV 了啊！好，我最喜欢的一天。会冲吗？买。喂。我们出发喽。爸爸就是把那个哪个？这个。哎呀，不用注意啦。爸爸妈妈拜託老師爺恭賀吧。公園的地方很近啊。哎呀，对面的呢？那这边那个录音的地方很近哦。地对面。哦，地方很近是吗？哎，洞郡。哦。好开心哦。洞府爷啊。好，你夾夾去哦。好，落去。哪里？还没，导演还没来。什么？導演還忙嘞。導演是什麼？沒導演，係導演。導演忙咯。導演。大嘞，要公完了。哎，裝傻就不能拿哦。不要不要。你唱得好嗎？唱得好。就是我想唱的。你看他快樂。好吧。準備拍攝。有可能啊。那邊啊，好。被那個樹葉擋住了，就是有點看不到。哦，看到嘞。松鼠有冇講？紅蜜廚。哎。紅蜜廚。哎。紅蜜。現在在導戲當中。不打，还是想要上脚。打。好，趕快過去了，辛苦嘞。接下來拍攝智能哥的作品了哈，好，謝謝智能哥，好，好，期待，謝謝。我知道，我有。對。哎呦，你按做通發哦，就這樣哦。我可以打到機車上嗎？就這樣。亂撒，你不是要撒你自己嗎？讓我只有在熒幕上看過你。對，還有 JJ。哇，你是林俊傑哦。沒有啊，謝謝。哦，你今天女主角對不對？2位女主角。哎。哎呦。搔癢。啊，搔癢。我想到一個方法。什麼意思？哦。溜跳床。溜家了呀。哎呦，我都才不討厭。他們弄呀。我討厭這個。哦，什麼？我講。因為講拍 MV 動甜嘛。好。好，雙魚。我剛剛拍雙魚嗎？哥哥拿咪。嗯，好。好，雙魚了。OK， 好，繞。那我從後尾回。哎，好，你走。哇，可以再高嗎？沒了。爸爸幫我推。好了。幫我推。好玩。下來了。好，我壓過呢，還掹下來。我來了。好嘞。回來嘍。哎，袂甜麼？我呀。袂哦。還擺喺度拍 MV 麼？愛嚇，呢啲會住到평嘢咩？愛啊，你愛啊。嘿。好啦，好，好，長女了哎。